自從生咗個女情花之後，雨小姐努力咁保持容貌嘅美麗，但係身形的確係走樣，並且肚亦都有妊娠紋，所以佢覺得好煩惱。山本源一開始就係貪圖佢嘅美色，但係自從情花慢慢長大，夫妻之間極少親熱，以往相敬如賓嘅兩人變得更加客氣。山本源自從喺產房親眼見到個女嘅出生過程，見到鮮血同埋漫長又殘酷嘅出生流程之後，變得唔夠膽對雨小姐產生同佢親密嘅興趣。不過該負嘅責任、生活費都從不缺少。對於丈夫嘅轉變，雨小姐變得擔憂咗起嚟。或許係兩個人相處當中產生咗名為感情嘅嘢。雨小姐知道自己對對方產生咗依賴同愛。佢同山本源牽手擁抱，兩人赤裸相對，但係冇辦法觸碰到對方嘅內心。由個女出世之後嘅時間，總係咁樣嘅狀態，更加遑論係依家雙方嘅距離變得越嚟越遠。為此，余小姐覺得好疑惑，並嘗試同山本源溝通。我係驚生仔時候嘅你，本來係一件偉大嘅事、重要嘅事，我竟然覺得驚。你咁講係乜嘢意思啊？我並唔係對你冇興趣，只係我會諗起呢個畫面。我對你開始有愛啦。子玲，我一直都好愛你噶。可能結婚係我一廂情願，你係迫於無奈噶。如果我冇小朋友嘅話，我哋就係陌生人啦。我要對你負責。我知道你嘅一番好意。喺你之前，我有過好多女人。到咗而家，係咪都係咁啊？山本源沉默不語。情花都返小學啦，認識咗新同學同新朋友，更加開朗活潑啦。有一日，余小姐接到一個電話，係一個想揾山本源嘅女人來電。余小姐接聽咗。こんにちは、山本さんいますか？余小姐即刻變得警惕起嚟。我係佢嘅老婆啊！你揾佢有咩事啊？不過對方立即終止咗對話，令到余小姐更加疑惑。今日有個女人打電話嚟我哋屋企啊！係嚟揾我噶，你放心啦，我唔會俾佢打擾你噶，我會搞掂噶啦。係咪就係佢啊？你唔好再問啦，我唔會做呢啲令你難過嘅事。簡單咁樣完結咗話題。無論余小姐追問啲乜嘢，山本源一律都唔再回答。余小姐唔知道山本源做咗啲乜嘢，只係過咗一段日子之後，的確冇再收到嗰個女人嘅電話啦。係邊個？幾時認識嘅？邊度認識嘅？你哋之間發生咗啲咩事？余小姐忍耐冇再問更多嘅問題。山本源牽起咗余小姐嘅手，並且注視住佢。余小姐心中就痛啦，應該點做？要點樣做先可以將佢留喺身邊？後來有一日，佢哋嘅女情花遇上咗交通意外身亡，傷心嘅兩人從日本搬去咗香港。山本源決定講出真相。我喺香港有一個失散咗嘅仔，我嚟香港就係揾佢。好對唔住，我呃咗你，我背住你喺出邊有另一個女人，只係我一直都冇同佢再聯絡啦。直到佢千方百計要揾到我，並同我講話自己養育咗個仔好多年，但係個仔已經獨立生活啦。
而且佢終於知道我喺香港，先至忍唔住講呢件事俾我知。我好想揾翻個仔，好想見翻佢，見佢一面。月小姐留意到佢嘅身體狀況變得越嚟越差，佢發燒、食慾不振、體重越嚟越輕，身體成日都感到痛楚、背痛，走路嗰時痛，夜晚嘅時更加痛。月小姐建議佢去做個檢查，未幾就確診患上咗骨癌。山本源知道呢個消息之後，無太驚訝，佢只係接受咗發生喺佢身上嘅事情。又覺得係時候要對月小姐解釋關於佢外出嘅事情。忽然到有一日，月小姐親眼見到山本源暈低，原來山本源假扮冇嘢，生活如常，其實佢嘅病情急速惡化，醫生推斷佢嘅壽命剩返唔夠2個月嘅時間。山本源同咗月小姐講呢個事實。我已經時日無多啦，身邊已經冇人照顧，你可唔可以留喺我身邊啊？我知道我背叛咗你，但係對唔住，我求下你唔好離開我啦，可唔可以啊？月小姐忍唔住擁抱咗佢，佢唔要再離開佢嘅身邊，佢決定要陪伴佢到最後。月小姐念在大家不經一場夫妻，就去照顧佢嘅日常起居飲食，兩個人度過咗最後嘅日子。山本源拒絕咗一切嘅電療同化療，強忍住身體無時無刻嘅痛楚，接受咗醫院嘅舒緩治療，入住咗療養院，見住周圍年老嘅病人，慨嘆自己畢竟仲好年輕，人生畢竟唔可以事事如意。喺療養院住咗3至4個禮拜嘅一個晚上，月小姐收到療養院嘅電話。佢趕忙去到咗療養院，見到咗山本源嘅最尾一面。山本源面無血色，瘦到唔似人形，已經唔係以前佢所識嘅佢啦。山本源虛弱咁樣朝佢笑咗一笑。辛苦你啦，多謝你。我好開心可以識到你啊！月小姐去到佢身邊，伸出咗手，但係佢握住月小姐嘅手，慢慢咁樣閉上咗眼睛。山本源同個女團聚咗，月小姐冇喊，佢緊緊咁樣握住山本源嘅手，痛惜咁樣吻咗一吻佢嘅手背。